今集港男會同大家食炸雞，而且仲會同大家分享唔同景點去打卡。想知喺邊度，咁就唔好錯過啦！喺睇片之前，請大家點讚、留言同分享。最緊要就係訂閱我港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多謝大家支持。Hello， 各位 YouTube 嘅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嚟到港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又係我港男港 man 啊！今日係平日下晝5點幾，港男啱啱喺灣仔收工，行過見到一間餐廳，好想食佢哋嘅炸雞，今日就同大家去分享下。相信呢度嘅街坊同上班一族嘅朋友仔都知道呢間餐廳食炸雞出晒名嘅，呢間就係長虹茶餐廳。我哋入去揾位先啦。餐廳都好闊落，好光猛。雖然時間都係平日嘅5點幾，但係都坐咗唔少人啦。下午茶嘅餐牌包括有沙律、豬扒、豬仔包、叉燒湯粉麵之類，當然亦都唔少得各式嘅多士、三文治或者吉熱魚柳配薯條，仲有嘅就係粉麵飯類，例如乾炒牛河啦。嚟到長虹，當然係食佢哋嘅招牌炸雞啦。套餐除咗配飯、意粉、薯菜之外，亦都可以加例湯同飲品，包括紅豆冰。而台面亦都擺滿咗各式調味料同水。說時遲那時快，話咁快就上咗炸雞啦。而台面亦都有雞醬同淮鹽選擇。試下個薯條先，薯條炸得啱啱好，咬落去唔會空心嘅。跟住我哋聽下炸雞嘅聲。炸雞真係炸得好香脆，搣開嘅時候熱辣辣之餘，嗰啲雞肉都仲係好嫩滑嘅。至於雞皮，我哋亦都睇到係薄薄嘅一片，裏邊都唔見有肥膏㗎。我個人就覺得葉味就啱啱好，而呢杯紅豆冰嘅紅豆少少腍，都有嚼頭，好大杯。但係又唔會太甜喎。見到有粒紅棗，我相信係用紅棗去調校紅豆嘅甜味。跟住就嚟咗個吉列豬扒配公仔麵同凍奶茶。塊吉列豬扒呢，就真係比較薄身，食落去略嫌唔夠口感。而公仔麵係丁麵嚟嘅，再配上有幾塊西生菜都 OK， 麵又唔會淥得好腍，啱啱好，正常味道。至於杯凍奶茶，我就覺得幾有驚喜，茶同奶嘅份量配得啱啱好。而且都好有茶味，唔錯。跟住就到呢一份一口西多士出場，上台嘅時候就已經預先落咗煉奶同埋牛油，切到細細嚿，都好方便食，真係一口西多士。麵包裏邊就冇餡嘅，但係咬落去都幾脆幾好味。
至於凍檸茶就正常發揮，我個人都係覺得呢度嘅炸雞都係好出色。至於一口西多士，亦都係一個選擇之一。餐廳裏邊仲有好多嘅下午茶餐選擇，我下次都要試下其他先。而餐廳嘅服務時間係由上晝嘅10點半至凌晨3點，就算想食埋宵夜先瞓覺都得。食飽飽之後就去到附近嘅石水渠街打卡。見到藍色呢座建築物就係今次打卡嘅地點藍屋。喺藍屋嘅外圍都已經掛滿咗七彩繽紛嘅燈籠，入到內街亦都見到好多朋友仔喺度忙住打卡，人頭湧湧，好熱鬧，好有中秋過節嘅氣氛啊！甚至見到唔少攝影發燒友帶同佢哋嘅長短炮嚟打卡添。現場七彩繽紛嘅花燈真係吸引咗唔少朋友仔嚟打卡，好有節日氣氛啊！喺呢個七彩繽紛嘅花燈藍屋打完卡之後，我哋沿住石水渠街左轉，向合和中心嘅方向就到達下一個打卡嘅景點，就係利東街啦。呢度亦都富有好傳統嘅中國特色花燈，都吸引咗唔少嘅朋友仔嚟打卡㗎。紅色嘅燈籠亦都營造出富有中國特色嘅節日氣氛添。港南喺度預祝各位觀眾朋友中秋節快樂，人月兩團圓。鍾意呢段片嘅觀眾朋友，請點讚、留言同分享。最緊要嘅就係訂閱我港 man 飲食生活嘅頻道。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